女女有少少近視，之前暑假多咗嚟屋企，多咗玩手機，我就發覺佢睇嘢會眯住對眼，看得好埋，好似蒙查查睇唔清楚。我就開始擔心佢嘅近視會持續嚴重，影響學習。而且有2年冇帶女女嚟驗眼啦。今日就帶佢嚟眼鏡店 check 下視力同度數，同埋諮詢一下有咩方法可以有效控制近視加深。喺諮詢嘅過程，我了解到小朋友喺6至14歲期間，因為不良生活習慣，例如長時間用電子產品，眼軸變長嘅速度會明顯加快，引致短時間內近視加深，度數變化可以好大㗎。所以建議每一位家長大概6個月就要帶小朋友驗眼一次㗎啦，測量眼軸嘅長度。呢部依視路嘅專業儀器就啱晒啦，25秒就可以測量到初步近視度數同埋眼軸長度等15項重要數據，一機搞掂晒。追蹤小朋友視力發展狀況，驗眼之後發覺女女近視真係明顯加深咗。依視路 Stellus 星翠控鏡片採用 HALT 技術，鏡片精密打造超過1000個微透鏡，隱形分布喺11圈嘅星環上，令到女女喺任何視線方向都具有近視控制嘅效果，同時保持清晰銳利嘅視覺。經過24個月臨床試驗證實，每日佩戴最少12個鐘，對比起單光鏡片，可以緩減近視加深平均達67%，有效控制近視加深速度。新眼鏡慣唔慣啊？戴上去點樣啊？有冇唔同啊？之前嗰副眼鏡睇遠嘢就會蒙查查，但係而家戴咗呢副之後就好清楚，仲好舒服。你有副星翠控鏡片，仲有防藍光功能㗎，啱晒你睇 iPad 同埋手機啦。各位爹哋媽咪，如果發現你嘅小朋友有近視，我建議你快啲揾視光師去了解下星翠控鏡片啦。